咁今日主要咧係講關於跌倒嘅問題。咁因為咧跌倒咧就大家可能唔知嗰個嚴重性有幾大。咁啊其實因為我之前喺手術室度做，咁咧就見過好多老人家跌親入嚟做手術嘅時候咧，咁全部個效果係做完之後嚇，佢嘅生活係完全轉變晒嘅，係可以去差得好緊要嘅。咁所以今日呢個話題講呢一樣嘢咧，就係主要係想俾多啲人知道，原來跌親原來可以去到咁嚴重嘅咁樣咯。因為後生跌親冇乜嘢，但係年紀一大跌親咧好麻煩嘅。醫得到都好，嗰個後遺症好大嘅。輕輕就介紹啦，咁咧就我讀過嘢啦，咁就包括細路仔嘅脊醫啦，咁啊碩士啦，跟住其實呢度呢啲咧就係我讀脊醫前學嘅嘢嚟嘅。一大扎嘅，即係因為咧好多唔同嘅治療咧，係俾一啲唔同嘅情況之下用。基本上我學咗好多嘢嘅。你大約講得出嘅問題，我都有啲了解咁樣。即係呢啲唔詳細講啦。咁啊都因為好多啊。咁咧嗱，今日主要嘅大綱就係呢6樣嘢。第一就係點解你會，因為咧你要諗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就要諗點解佢會發生先。即係例如話唔係話跌倒咁你防止跌倒咪得咯咁，但係你要諗點解會跌先。即係如果你痛嘅時候，咁你淨係例如我痛我按摩好啲嘅，就按完之後唔痛就唔理佢啦。咁如果你唔理例如話你個問題係姿勢啦，一啲重複嘅動作啦，或者係瞓覺啦，各樣嘢令到佢痛嘅，你嗰下令到佢唔痛之後，你就唔理佢啦。個問題會重複發生咯。咁所以第一個問題就係你要知道佢點解發生。因為呢一個嘅跌倒嗰度咧。最重要咧就係呢兩樣嘢，其實跌倒嘅數據同埋個後果，呢兩樣係最重要嘅，因為你知道嘅時候咧就會更加小心。咁第一樣就係知道點解跌倒先，大家估一估啊，點解會跌倒嘅人？係啊，啱啊，係啊，仲有冇？冇留意。係啦，踩嘅要滑啦，係啊，冇留意啊，係。其實有好多嘅，最重要咧其實係有六種嘅。你啱啱係講咗一種。因為你跌倒即係線嗰啲咧，其實係外來嘅嘢嚟。講個人點解我會容易跌親？啱係啊，頭暈啦，仲有冇？係啱係。腿軟就容易摔倒。力的問題沒有力是吧？仲有睇有冇？膝蓋沒力。係啦，仲有冇？嗱，因為咧我呢度咧有6種嘅，你睇下咯，係咪？跟住冇力啦，沒力、退化，還有看不到，是吧？為什麼聽力衰退也會有問題啊？知不知道為什麼？因為聽力就是你平行的時候，那一面的氣官啊，因為平衡係靠耳入邊嗰個嚟平衡嘅，所以聽力有問題嘅人咧，平衡都係會差啲嘅。聽力就是聽力有問題的話，平行都會差一點。OK， 藥啦，頭先講啦，血壓高啦，瞓唔着，點解失眠藥都會嘅？安眠藥都會，知唔知點解？你瞌眼瞓，好眼瞓係咪容易冇力啊？個人係咪啊？容易瞓到你咪跌親咯。跟住另外咧，骨質疏鬆、關節退化，咪就係都係啦。你嗰啲骨咧唔穩陣嘅時候咧，你行嗰時亦都係等於冇力，同埋嗰個關節，例如你有退化嘅，你有個平時行隻腳企喺度直嘅，你直唔到彎彎地嘅。你一棘咧，你直唔到咧，即係呢啲力咧會差好多啊！你揩到少少就仆喺度，就係咁樣咯。跟住咧神經線啦，即係咧，因為咧你嗰個腦同埋個人嘅協調咧，就係你靠神經線嘛。如果神經線有退化嘅問題，即係話你嗰個傳遞慢咗嘅，或者你受過損嘅，即係例如咧條神經線係你咁控制呢一嚿肌肉嘅。咁如果呢個肌肉受損嘅時候咧，你控制個反應慢好多咧，你咁樣跌，佢收縮唔夠快，頂唔住，咁仆喺度咯。大約就係咁嘅原因。柏金遜咧就係你有冇見過柏金遜啲人噶嘛？對啊，你知唔知佢有個最大嘅症狀係點啊？好慢嘅佢哋，你叫佢好快咁樣咧做唔到嘅。嗱，呢個就係一個好緊要嘅嘢啦。原來咧喺澳洲咧，1/3 65歲以上嘅人咧係會跌多一次嘅。65歲以上，因為點解咧？年紀一大嘅時候咧，啲骨嘅問題，即係講嗰啲問題啊，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咁我跌到嘅風險其實好高，65歲所以1/3喎，即係可能你哋已經係有人跌過啦，係咪？即係咁樣咯。咁個風險都係高。另外就咧65到74咧呢個時間咧，即係其實差唔多啫呢個，但係需要治療咧係有20%嘅，都算係幾高。治療嘅意思就係有可能，即係可能你跌親扭傷，簡單亦都係啦，或者係直頭係入醫院做手術嘅，呢一類都係包括喺呢度上高。
咁你呢75歲個風險更加高啦，年紀越你會見到咧年紀越大咧，嗰、個風險係越高，同埋咧需要治療嗰個 percentage 亦都係會更加大。個原因就係咧一跌到咧年紀大嘅時候咧唔多唔少啲骨咧會脆啲嘅，容易啲斷啊。咁嘅話咧咁就會需要治療需要治療或者住院嗰個機會率係提高。啊，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會覺得跌倒的時候往後跌或者往前跌，哪個比較嚴重？後對，後。你覺得後？那就前，你覺得後？啊，我說後。啊，為什麼？為什麼？從前面來說，就是有那個手放手嘛。啊 ，OK。在後邊呢，就是很容易那種寬。後邊的也可以啊，也可以。沒有來得這麼快嘛。對的，其實是，對，其實呢，如果往前跌的話呢，第一最大問題是兩個手，如果年紀大的話呢，就手壓下去了，很容易骨折的，這裡。會的，還有撞到頭了，前面的，後面那個問題是一肩下去的時候呢，也會骨折。另外最重要的是這裡，大腿骨骨折的，因為咧呢一個問題就係咧，一斷嗰陣時候咧，就嗰度力撞佢咧係好勁嘅，咁有好多嘢係可以保護嘅，咁但係保護嗰啲我就今日唔會詳細咁講啊。咁咧，因為咧髖關節嘅頭先點後邊跌啦嘅話咧，髖關節骨折之後1年入邊嘅死亡率係高30%， 80歲以上，即係咧你明唔明？點解我會講解下點解佢會死亡率去咁高？咁咧80歲以上跌到嘅時候咧，每3個人就會1個咧就喪失獨立嘅能力，即係意思就係你跌完之後80歲以上跌嗰次之後，你之後就唔可以自己生活㗎，你自己係即係行動上或者係生活上咧係需要人照顧㗎啦之後。因為你見到好多70、80歲即係80、90歲嘅老人家自己行冇乜事，但係佢一跌一次之後，就有1/3就已經要人照顧㗎啦。係咪佢回復翻本來？係啦，恢復唔到嘅，因為個原因就係咧，你斷完骨之後咧，應該我會講嘅，斷完骨之後咧，嗰個位康復嘅情況有幾好。年紀大咧，好似我哋而家即係如果年紀輕咧，斷咗骨生翻係咪容易好多？你界損手你都生得快啲啊！80歲界損嘅手，你睇下佢幾耐先生得翻啊？耐啲嘅係咪？仲要佢個骨仲更加耐，加埋骨質疏鬆嘅話咧，仲耐啲，係嘛？係啦，各樣嘢好多嘢啦。OK， 嗱咁咧，另外一樣嘢咧，亦都係好緊要嘅。跌完之後咧，好驚跌，因為你好驚跌嘅情況之下咧，仲容易跌到。其實係咁樣嘅，因為你好驚望住，咁你諗下喎，如果我成日望住佢哋咁行嘅時候，咪咁樣咯，個腰又差啦，呢啲又痛啦，梗晒啦，係咪？一路緊嘅時候，你隻腳又變咗咁樣行咯喎，咁咪越行越慢就越容易棘到，明唔明白啊？就係咁嘅原因咯。因為活動減少，同埋個肌肉可以退化，更加容易跌到。越驚就越容易跌。反而咧，如果你跌完之後咧，你做好多適當嘅運動去整翻鬆佢個姿勢做翻好咧，其實係可以防止佢再跌嘅。但係心理因素影響係好大嘅。OK 啦，嗱咁依家呢個咧就講啲比較專業啲嘅嘢，就係咧跌倒之後咧嗰個腰即嗰個大髀骨斷咗點樣做？因為呢啲咧我就非常之熟，嗰時喺手術室我做好多嘅呢啲。因為咧唔同地方斷咧做嗰個手術係唔同嘅。咁亦都係另外，即係仲有好多嘅因素喺度嘅。咁呢一個咧就叫 gamma nail。咁你見好似好恐怖啊！成條鐵咁樣打入去。你知唔知做呢個手術要幾耐？你估下，你哋估下。2個鐘。3個鐘。20分鐘。嚇？20分鐘。20分鐘。20分鐘啊？20分鐘做完㗎呢個。哇，咁快嘅。好快㗎。還有呢，動這個手術呢，最大的好處就是你個傷口很小很小，就是這裡開刀就可以了。呢度2個窿嘅啫，呢個窿咁大。換關節當然要大好多啦，個手術。換關節嘅話，嗰個拉就咁大嘅，咁大。我會有講嘅，之後會有。因為這個手術很簡單，就是在這裡開刀，用鑽下去，把這個打進去，就在這邊開刀。在這個打進去就是很快的。這個很大的好處就是，但是呢，這種呢就是給一些比較難康復的
做，因为呢，你看这个铁很大，是吧？保护颈的部分，所以说如果你的骨节疏松很严重，通常就会用这个方法。还有呢，你骨节的地方比较靠近呢個叫咩？中文我唔知叫乜樣。呢嚿骨啊，叫greater trochanter，即係近呢嚿。你看啊，骨節在這個部分。如果在節理段的話呢，就不是用這個方法，用之後下面那一個的，係啦，咁樣啦。呢一個咧康復嘅，大家可以估下啦，得兩個刀呢度同呢度，康復嘅時間係好短嘅，好快嘅，可能一做完之後第二日可以落地嘅，好快嘅呢個，呢個係好，即係呢個係近15年度啦先至有嘅。係咪多數都係呢個位多咧？大部分都喺呢度，或者喺呢度前少少，好少喺呢度斷嘅，好少嘅。但係呢度斷就麻煩啦。如果呢度斷咧，通常係成個換嘅，因為你諗下啦，如果我支釘咁擺呢度嘅時候，得個少少黐住佢，唔夠力啊，一企喺度佢咪甩咯。咁所以就通常係成嚿換嘅。下一個有。嗱，咁呢一個咧係另外一種啦，叫 dynamic hip screw。呢一種咧就係俾一啲年紀輕啲同埋骨質密度高啲嘅人嘅。大家可以諗下啦，頭先嗰個咧咪呢個咁樣嘅，係咪？頭先呢個啊嘛，依家咧咁樣嘅喎，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成條釘同埋呢個係咁樣，個唔同之處咧，其實呢一個咧個好處就係呢兩嚿呢條螺絲同埋呢個咧係分開嘅，即係有個窿咁樣嘅，喐得嘅。即係話因為咧個骨咧，你個人嘅重量一壓落嚟嘅時候咧，嚿骨咧其實係輕微喐嘅，喐少少。咁呢個係容許呢個骨有少少喐嘅，咁呢個其實係好啲嘅。嗱，可以用國語講一遍，就是這個手術跟之前那個最大分別就是這個手術這塊這個螺絲跟這塊就可以動了，他們可以活動了。因為你站起來的時候呢，骨頭一點點往下壓的。如果你不，你想象一下，我們走路的時候，這個很硬，不停地這樣撞，它的力呢會到哪裡？就是這裡咯，這個壓力就會很大。還有你走路的時候呢，每步這下去呢，這裡跟膝蓋的壓力很大，退化的很快的。所以說，如果用這個方法呢，可以減小這個壓力，就會對病人來說是好一點。但是最大問題是，你看只有一點點這個部分連到一起，所以呢，要求就是他的骨折也很好，比較年輕就用這個方法。OK， 因為呢啲咧，你應該出面冇聽過，唔會有人講，唔識㗎。嗱，咁呢個咧就頭先你講嗰種啦。如果呢，你骨折在整理骨折，用剛才的兩個手術呢，不可以穩定這個部分，所以呢，整個換掉，就是這個方法啊。大家要想一下，這個做這個手術要用多久？想估一下，估啊，15分鐘，嚇親你哋啊！我諗會。誰覺得要1個小時？我感覺要2個小時。2個小時 OK，半個小時。半小時。頭先嗰個20分鐘啊，你呢個半小時。實際答案我最快幫我醫生就係8分鐘。8分鐘。係咪好厲害？醫生哪個醫生呢？他說他最快5分鐘做完。係咪怪得很厲害啊？你想象不到啊，因為很快的。因為呢，快到一個地步，就是因為你把這個割開的時候流血的嘛，血都沒流出來，他做完，快到這個地步。因為那個是很厲害的，他每一刀很準嘛，一刀下去之後就剪，之後呢拿個鋸，電鋸是吧？割啊，一割拿出來就打進去就做完，很快。清理攞晒啲舊骨啊，真係好快嘅，因為咧嗰個骨咧，佢鋸完出咧攞出嚟，佢個位鋸得好準啊！一鋸完之後一攞因為咧剪理呢，就是一個筋嘅連到中間，它就是剪理鋸下去，剪拿出來，之後就用一個東西量它的角度，告訴我就我開給它打進去，放回去就做完了。肉就是剪理會連到肉，剪理沒有肉的嘛，所以它只割開剪理，把這個角這樣熬過來就很快了。因為就是
因為我做得很快，我也做得很快。你想想很多東西的嘛，做個手術。你全麻咯係咪啊？當然啦，當然。因為佢係快到咧，我係連嗰啲止血筆都唔使駁㗎，駁完佢都做完啦。咁啊，即係一開頭就你知我做嗰時一開頭係咩咧？我一開頭已經係預備定聯針嗰啲針㗎啦。一俾把刀佢，我就要預備嗰個針㗎啦。即係佢好快，因為即係幾個動作就做完，好厲害啊！因為嗰個醫生佢話佢做咗400幾個。咁佢話佢最勁嘅記錄係做5分鐘，佢話應該係冇人快過佢㗎啦。咁我好似我快到離晒譜咁樣，我望住個鐘真係8分鐘做完。佢話麻醉嘅時間仲耐過佢啊，因為平常咧一日入邊咧佢可以做到8個 case 嘅呢一啲咯，做到8個。平常其他醫院係做到5個嘅頂籠，佢做到8個，好厲害㗎。還有啊，就呢，這是你看不一樣是吧？有點不一樣，是不是？這個角度不一樣。啊？點解為什麼不一樣呢？就是你看這個啊，哎呀冇，等下哈，你看這個跟剛才是不是不一樣？這個骨頭。再看一遍啊！有什麼不一樣？看到嗎？這個地方，這個很短的，看到嗎？之後咧，呢度下邊密噶嘛，佢用個鑿咧，有個鑿有個窿咁樣嘅，咁樣鑿落去拎翻出嚟之後咧，入邊有個關喺度，就拎呢嚿嘢，就塞落呢度，跟住將呢嚿嘢就咁樣打過落去咯，用個鑿咁樣鑿佢入去，咁鑿完之後咧。入邊呢嚿骨仔咧，同側邊生埋咗，佢就變咗一個橋咁樣生咗喺度咯。咁咧，呢度一個好簡單嘅對應表啦，就係頭先嗰3種唔同嘅手術。咁咧，咁第一個頭先講咧，個穩定性就好高啊。咁咧係可以俾啲骨質疏鬆啦，同埋早期即係一做完之後咧，就即刻可以負重，即刻行得路。咁啊創傷又細啊，呢個係最好嘅，呢種係最好嘅個方法。咁啊，成一種重身啲嘅，咁呢個仲有一種係叫 PFNA 嘅，重身過呢一種啊。嗰種咧就個特別之處咧就係成條 titanium 嚟嘅，好輕嘅，但係就貴好多嘅。咁仲有嗰個角度，頭先咪講咧，大家有冇印象？頭先咪話見呢隻咧，咪呢一隻咧咪有喐可以喐嘅。啱講新嗰隻咧有呢個功能，就係類似呢種咁樣嘅，但係呢度係喐得嘅，咁樣咯，嗰種就係咁樣。咁就我呢度就冇講，因為我上網揾唔到資料，咁所以就講翻呢幾隻。咁呢隻咧就係頭先講中間啦，用一粒螺絲咁扭落去嘅，咁啊喺個骨外邊釘住，同埋一粒螺絲咁喺度啦。咁呢種咧就係相對定係2種嘅中間。咁就佢要求係高少少嘅，但係咧佢平好多嘅，經濟平好多啊嗰隻，因為嗰個要求嗰嚿嘢其實好細嚿嘅，咁低嚿嘅，同埋頭先講2條鐵好大條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可以講多少少先。嗱，留意下咧，呢條鐵咧係嚟到呢度嘅啫。有冇聽過玻璃骨啊？識啊？玻璃骨知啊？玻璃骨即係你一跌啲骨就斷㗎啦，一跌落地就斷㗎啦。唔係，年紀輕遺傳病嚟嘅，即係總之你大力一撞佢就斷㗎啦，好慘啊！嗰啲人。咁嗰啲咧，其實嗰啲人咧，你企喺度咧，一跳高一跌落咁樣咧，佢就已經裂㗎啦啲骨，啲骨真係薯片咁脆嘅，好慘啊嗰啲。咁嗰啲人咧，佢哋咧就會做呢啲嘅，成條咁長嘅，擺晒落去，呢度又擺一條，手又擺一條，全部擺晒落去。因為你有條咁樣喺入邊咧，一撞咧，最多係外邊斷，但係條骨唔會咁樣拍斷嘅咯。咁另外咧就係咧，如果你嗰個骨質疏鬆係好嚴重的話咧，你依家呢度咧咁樣喺度啦，你就算再跌咧。佢唔會爆開晒嘅，佢有條鐵喺度嘛。但係你會唔會變咗你一跌撞呢度咁樣嘅時候，就變咗呢度斷，係嘛？你明唔明嗰個理論啊？如果咁樣嘅時候咧，如果佢啲骨質疏鬆係好嚴重嗰啲咧，佢就會我哋叫 long gamma，就係嚟到呢度咁長，成條咁長。咁嘅話，你成條大髀教就保護咗佢，大髀教連大髀骨都保護咗佢。咁嚴重嗰啲係會咁樣做。即係未發生。係啦，未發生之前，你一照 X-ray 咧，醫生就會睇到佢個骨質疏鬆有幾嚴重。如果係非常嚴重嗰啲咧，就會同佢揀長嘅，咁樣咯。即係唔需要跌到你要去做先係預防啊？唔係斷咗嗰啲啊！如果你真係跌完之後斷咗啦，
佢見你嗰隻疏鬆咁嚴重嘅時候咧，佢就會直接同你做條牆嘅，咁就預防你再跌就變咗呢度斷咯，明白嗎？最後那種呢，剛才說這種啊，通常為什麼會選這種？第一就是骨折的地方在這裏，第二呢就是如果你骨折疏鬆很嚴重，斷完之後，它再上回來時間很長，效果不好的話呢，就會用這種。因為呢，如果你骨折疏鬆很嚴重，供血不足，這話呢，這個部分呢，就是你動完手術之後，它都壞死的，明白嗎？即係咧斷咗之後，就算你用嗰啲釘住佢咧，佢啲血過唔到去啊。咁呢嚿咧，即係本身呢嚿啊，呢嚿啊斷呢度斷咗啊嘛，一斷嘅時候啲血管係咪斷晒啊？如果你就算講駁完之後，佢都閂唔埋呢嚿位咧，呢啲位閂唔翻埋嘅話咧，呢嚿嘢係會壞死嘅。咁嘅時候咧，咁就去用呢個啦，成嚿拎走咗佢。你明白啦？即係呢一啲嘅醫生點樣去做咧？就係視乎翻嗰個病人嘅體質。如果你年紀越大，通常都係用呢種方法嘅。係啦，即係去到80歲以上、90歲嗰啲咧，大部分都用呢個方法。但係一個問題就係咧，你嗰個康復期咧，嗰種係比較長少少嘅。第一就個傷口比較大啦，同埋第二咧就係你喐嗰陣時候咧，壓力嘅感覺有少少唔同咗嘅。OK， 好啦，嗱呢種咧就係做手術之後個併發症係乜嘢？嗱，你做手術咧個風險，每一個手術都有類似嘅風險嘅，但係呢度咧係只不過係多咗呢兩個。嗱，咁你做手術咧，知唔知咩叫血栓啊？定血栓好似讀係嘛？知唔知係血栓係嘛？知唔知咩嚟㗎？係啦，知唔知點解？因為冇喐過。深層靜脈嘅血栓咧，其實因為係個血塊嘅問題。嗱，因為咧你做手術嗰時咧解開佢咧，佢咪流血嘅。有啲血塊咧，其實咧唔係喺外邊嘅，即係嗱你一解完之後咧，咁我哋平時流血咪滴咗出嚟啊。咁但係如果你係咁樣劏開佢嘅時候，喺好深層嘅，咁啲血塊咧其實咧有機會係你唔係經過血嗱，因為咧你例如啊呢個血管咁大嘅，你咁樣劏開佢之後，咁呢度止咗血咯喎，咁你閂埋之後，呢一個面止血呢嚿嘢可唔可以入咗去？如果呢嚿嘢入咗去嘅時候，咪經過啲血管去到一啲幼啲嘅，咁咪棘住咗咯。咁呢一啲咧就好麻煩啊！如果上咗個腦會中風嘅，咁所以你做任何手術都係有呢個風險喺度嘅。咁所以咧，醫生嘅做法就係你要留意到咧，一戒咧就唔係由得佢個皮血喺度，一出血就索，唔好俾佢停留喺嗰度太耐。一停留得耐咧，有機會入咗去。咁所以全部手術都係咁，即係所以啱啱嗰個醫生咧，佢點解要咁快咧？因為佢戒個地方咁大咧，係呢個風險都係高嘅。咁所以佢喺未出血之前，佢做得快咧，一出索咗少少就做完啦，咁就避免咗呢啲問題。所有手術都會有呢個風險嘅，除非你例如你手指呢啲咁細嘅，咁就 OK 嘅。但係全部大嘅手術咧，都係有呢個風險喺度。另外就係知唔知點解會肺炎啊？做手術點解肺炎啊？太叻啦你，太叻啊！嗱，肺炎啱啱講得好好啦，就係因為你做完手術之後咧，你通常唔喐得噶嘛，瞓喺床度。尤其是老人家80、90歲嗰啲，你做完之後開咁大個刀喺度，佢完全喐唔到，瞓喺床度。知唔知點解一唔喐嘅人會肺炎？知唔知點解？肺部嘅擴張。哇！你真係咁叻嘅你，真係叻。嗱，因為你諗下喎，瞓喺度，我哋平時嗱，你知唔知我哋瞓平同埋企喺度唞係邊一個容易啲嘅？企喺度啦。就係肚好啊！你哋咁做完手術嘅人係咪通常都瞓喺度㗎？係啦，瞓喺度係啦，痰又有痰喎。因為我哋平時唞氣咧，我哋係靠嗰個肋骨上啊！大家知唔知唞氣個原理係咩㗎？唔知啊？點樣解釋俾你聽咧？嗱，大家幻想一個樽密封嘅，咁如果下低一塊橡皮膠喺度，我一掹個樽嘅時候，入邊個壓力係變咗點啊？個樽入邊個壓力低咗係咪？低嘅時候，外邊啲氣係咪可以入去啊？咁呢個係第一個方法，令到入邊嘅空間增大，呢個係物理學嚟嘅。空間增大嘅時候，入邊嘅壓力就會減少。如果我哋嘅心口，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密封嘅樽啊。
咁如果呢個我哋一唞氣嘅時候，其實咧有個肌肉咧向下拉嘅。同一時間我哋個胸口向上嘅時候，咁入邊嘅空間係咪大咗？有啲氣咪入去咯。其實我哋唞氣咧唔係靠我哋自己出力吸氣入去喎，我哋出嘅力咧係將入邊嘅空間增大嘅啫。咁所以如果你瞓低嘅時候，淨係靠下低吸嘅氣係咪少咗？咁嘅時候，咁個肺嘅活量咪少好多咯。肺活量喐得少嘅時候，唔喐嘅地方，咁咪容易積一啲菌啊，各樣嘢都咪容易有肺炎咯。係啦，係啦。嗯。講嗰樣咧，就有個橫膈膜噶嘛。係。咁個橫膈膜係咪真係將成個半身嚟咁樣托住嘅咧？啊，你講得唔係托住，係密封嘅，喺成個胸腔。你知唔知個橫膈膜喺邊個位嘅？我唔知啊，呢度係咪呢度啊？肺同個係啦係啦，但係你估係邊個位？呢度。好似呢度。呢度。喺呢度，中間係咪中間？好似係呢度。咁高嘅。咁高啊！咁高嘅，係。嗱，橫膈膜前面就喺呢度，後邊就喺呢度，斜嘅。咁樣嘅。兩邊有，成個入邊啊，成個呢度入邊，成個呢個位入邊。喺呢度嘅，大約喺呢個位置。嗰隻可唔可以控制佢高低啦？可以，嗱，我咁樣嘅時候，咪用腹式呼吸啫嘛。喺呢個肋骨嗰度喎，即係話跟個肋骨。肋骨嗱，我哋呢度咧咪個雞心位嘅，雞心咪上少少，就係個橫膈膜嚟嘅。係好高㗎，咁高㗎，我哋平時都成日以為個橫膈膜喺呢度係嘛？原來係咁高喎。係啊，好高㗎個橫膈膜其實，就喺呢個位咯。丹田就喺個肚臍下底，唔係肚臍下底就係個丹田位，係啊。咁我哋所謂嘅腹式呼吸就係淨係用個橫膈膜透氣咯。嗱，即係點解佢會脹咧？唔該晒喎。因為咁樣一吸嘅時候咧，嗱，本身個橫膈膜咧，佢係咁樣形狀嘅。咁頭先我哋咪諗，唔係頭先話個樽掹佢落嚟啊嘛。咁我哋以為係平，俾一突咗落嚟，其實唔係，橫膈膜本身係咁樣嘅。你只不過係令到佢變咗平啫，咁樣嘅啫，係咁樣嘅，係啦。咁即係個肺部擴張咗啲。係啦，你咁樣嘅時候咧，就等於做一個負壓啫嘛。你本身係咁樣，你一咁樣拉佢落嚟，咁佢咪負壓啦，咪啲氣咪落咯。咁嗱，你咪嗱，當呢個係個胸腔嗰個肋骨啦。本身係咁樣，但我變成咁樣，由咁樣變成咁樣，個空間咪大咗咯。咁咪就係個唞氣個原理啦。呢個。咁如果你瞓喺度嘅時候，就冇咗呢嚿喎，淨係得呢個位喎。咁你呢一個部分吸嘅氣咪少咗啦，咁咪容易啲菌喺度咯，令到容易有肺炎。係啦，繼續咯喎。褥瘡知唔知咩嚟㗎？係啦，你瞓得耐咧，嗱，知唔知咧？其實原來咧，我哋咧壓住一樣嘢一段時間咧，佢呢度就會爛㗎咯喎。你知唔知呢樣嘢㗎？知啊？係啊，第一冇血道，一冇血道嘅嘢就會死㗎啦。因為咧，嗰啲人咧瞓喺度長期，咁呢個位咧就壓住張床㗎嘛。就算你有床褥都好啦，都會爛嘅。咁你睇下你壓個時間幾長啦？你壓個時間越長，就越容易會有爛嘅問題。一爛咧，第一樣嘢咧就係成個會黑咗嘅，成個範圍黑咗嘅，跟住咧就會變咗咧。個過程就係開，應該咁講，開得紅先嘅，紅跟住黑，黑完之後咧，你覺得塊皮膚咧會一輕輕一揩佢咧就甩㗎啦。咁跟住即係一路爛入去嘅，要視乎你壓幾耐，壓得越耐咧就爛得越深。我曾經喺醫院做嘅時候咧，係可以爛到咁大個嘅。咁大個嘅，係全部骨嚟嘅。係咪冇轉身啊？轉身就唔會㗎啦。有轉嘅，但係轉得唔夠啊。咁都會咁，因為其實嗰啲咧，你望實嗰啲人咧成嚿硬咗嘅，佢自己都喐唔到嘅。咁你唔幫佢喐，佢喐唔到啦。咁嗰啲就好麻煩啦。咁如果你做完個較位嘅手術之後，你一喐好痛㗎嘛，咁你就唔喐啦，瞓喺度啦。第一就個肺又唞得好差咯，呢度又唔喐咯。咁你唞氣差嘅時候，你又冇力咯。咁你就好容易有呢啲問題咯，係咯 ，OK， 好啦，感染啦，咁即係傷口感染啦，你大小便啊，咁可能整得唔好啊，側邊近，整到佢亦都會啦。康復嘅時間咧，3個月到1年不等，你視乎年紀啦。如果年紀輕啲嘅，可能60到70嗰啲咧，就可能1個月就得㗎啦，1個月 OK。但係70歲到80歲以上嗰啲咧，就真係要咁耐，好耐啊，因為佢啲骨生得好慢。係咪咯？多數都有病發。唔一定。第一就睇間醫院嘅措施做得好唔好啦。
第二就係你要睇下佢嗰個病人本身個身體狀況點樣啦。啱啱講咧就係你越年輕咧，就個康復效果係越好嘅，時間又唔使咁長，呢啲嘢都未必會發生嘅，咁樣咯。好啦，好嗱，咁咧關鍵嘅數據咧嚟噶啦，骨折之後其實頭先可以粗略講過噶啦，1年之內咧死亡率係去到20-30%喎。就係因為大部分嘅死亡嘅原因就係因為肺炎死嘅，絕大部分都因為肺炎死嘅。咁嗱，你咪跌完之後咧，兩個得一個，可以完全翻返去之前嘅咋。你好難想象哇，原來跌一跌咁嚴重啊，係嘛？因為咧，你冇啲骨冇斷之前咧，你行得真冇事。一斷咗佢生唔翻咧，一來痛，二來你又冇力，三來你又驚。係嘛？各樣嘢加埋咧，你個生活上好難噶。咁所以頭先我話一定即係好大部分都變咗要人照顧就咁原因咯。你諗下啦，佢痛咯喎，做完手術咧，如果佢啲骨生得慢啲，嗱，你知唔知正常啲骨斷完之後咧幾耐先生得翻埋？6個禮拜。年輕嘅就年輕就4到6個禮拜，長者咧係可能4個月或以上。咁你諗下呢4個月入邊嚿骨，就算你擺個釘喺度啦。係啊，咪有嗰隻疏鬆更加長添。咁你如果你幻想下啦，嗰隻疏鬆好嚴重啦，80歲啦，做完呢個手術之後，你發唔到力咯喎，呢半年入邊佢點搞啊？你諗下佢個身心同埋痛各樣嘢加埋搞唔掂啊，所以翻轉頭係好難噶。好啦，嗱，咁頭先講咗咧。你基本上我哋知道點解會跌啦，咁呢一啲咧就係比較醫學啲嘅嘢啦。咁頭先講啦，你睇有問題啊嘛，咁樣咧系統即係感覺系統退化，即係話咧神經線喺眼嘅神經線有問題，聽覺嘅神經線有問題都有啦。脊髓神經受壓亦都會嘅，即係例如椎間盤突出，你個感應慢咗，力冇咗，都會有呢啲問題，動作反應慢咗。咁咧呢啲全部都係醫學上嗰個嘢啦。咁你下肢變差咧，即係有一樣嘢你唔知唔知啊？你寒背嘅人容易跌好多喎，知唔知啊？我試俾你睇下，你係咪見嗰啲人寒背係咪咁樣行到？知唔知點解？你起嚟試下，你起嚟試下寒住背行到，你可唔可以第一隻腳？第一隻腳，你試下平時咁行唔到？再寒啲，係咪好難啊？我哋平時係咪咁樣行到？係啦，因為咧，我哋平時行到咧，咪咁樣嘅，隻腳拎起噶嘛，係咪？一彎咗落去之後咧，隻腳拎唔起嘅，所以佢哋就變咗咁樣行啦，好細步，一棘咪趴喺度咯，係嘛？寒背點解會跌就係咁樣咯。所以我哋第一樣嘢就係如果你想令到自己好咧，唔會咁容易跌咧。第一樣就係挺起隻人，第二就係拎起隻腳，第三就係要腳踭落地，唔好腳尖落地。你諗下喎，如果例如前面一棘，腳踭落地一棘，你會咁樣噶嘛？但係你腳尖落地一棘就咁樣撲落去噶咯喎，係咪啊？就咁樣個分別就係咁樣咯。有冇看過有人這樣走路的？有冇看過？這種人呢，100%腰會痛，一定會痛，腰一定會痛。還有呢，這種走路呢，很容易跌倒的，因為他們這樣走的時候就是一樣，就是因為他們走的時候呢，不會這樣的，你不會看到他們這樣走的，是吧？就是這樣，是吧？這樣走。對，因為呢，你這樣走的時候，第一就是用屁股旁邊的肌肉，第二呢，腳抬不起，這樣呢，比如說這一步一卡，走趴下了，跌倒，是吧？這種人容易跌倒，還有他腰會痛，好像這個屁股兩邊拉得很緊，褲子這樣往兩邊拉的話，旋動力在中間，他們一定會腰痛。所以有一種就是這種呢，你要幫他們的時候，第一就是要鬆開屁股兩邊肌肉，第二呢就是叫他們走路的時候按住這兩邊不動，這樣練習這樣，他們這樣做到之後呢，這樣走呢，他腰就不會痛。OK。咁，因為你行嗰時候，你腳尖落地一唔平，你咪撞落去咪跌咯。因為你一定要腳踭落地，因為腳踭落地就算你踢到嘢咧，你個腳踭一落去咧，咁你其實腳掌有力，
頂住噶嘛。咁你腳尖一落，你就冇嘢喺前面，你就仆咯。點解換咗會寒背啊？好多原因嘅。寒背咧有好多原因嘅。寒背絕大部分因為姿勢問題，我都寒背嘅。你睇，我放鬆嘅人我都寒背，因為我工作上咧個人瞓喺度我做治療啦，瞓喺度，我咪咁樣做嘢咯。咁樣你諗下，我咁樣嘅時候，邊啲肌肉會緊啊？呢度咯，呢度咯。你諗下呢度拉住你，呢度拉住你，咁咪咁寒背咯。預防啊，預防咪就係將呢度整鬆，呢度整鬆，連翻呢度，連翻呢度，咁樣咯。同埋啲骨按翻，即係矯正翻啲骨嘅錯位咯，咁就值得翻㗎。寒背係有得醫嘅，冇得醫㗎。有得醫，寒背有得醫。老咗。如果你係生得硬晒就冇得醫嘅，因為有個病咧，中文我唔知叫咩，因為咧有隻病咧，可以講少少寒背嘅嚇，順便講一點駝背的問題哈。因為你看到這個骨頭呢，是不是這個長方形的這樣？如果想象一下，前面塌一點、扁一點，每一個都扁，前面扁一點，是不是變成彎下去？這個病會這樣的，有個病會這樣的，尤其是女性會比較多，骨節疏鬆也會有這個問題。還有另外一種呢，就是我忘了整一個，你有沒有看過人這個腰呢？頭不是很一般駝背，彎得很厲害，整個拖出來尖起來，有看過這個？因為呢，那種呢是骨折的駝背。剛才講呢，就是你跌倒的時候呢，是不是盤骨這個會骨折嘛？腰也有骨折的。如果呢腰呢，因為腰呢每一個骨頭都是有個椎間盤在中間嘛，但是呢它怎麼會骨折呢？就是這個力壓下去，它就會破的。對，所以呢你既然跌下來一壓，它就破，但是大部分都前面的，所以呢這個骨頭一壓的時候變成這樣。所以就一個骨頭變成這樣的話呢，你角度呢會差很遠了，所以一個好像拖出來就這個原因。你睇你個姿勢㗎咋，冇得點樣預防嘅，即係你成日要咁樣做嘢嘅時候，你冇得預防嘅。如果你成日都係係啊，坐嘅姿勢亦都係咯。唔係，我意思年紀大咗，我自然就好多人都學佢啦。因為你習慣問題啊，好多年紀大咧，你個背脊冇力啊嘛，咁你咪放鬆個人咯。咁你咪落嚟咯。咁所以其實年紀大咧要練多啲背脊嘅力啊，挺直啲啊，練下背脊嘅力啊咁樣咯。同埋咧，你亦都係個習慣問題啦。你如果咧好似你放鬆個人，咁啊好唔使用力嘅，咁總之你成日覺得個人唔想用力嘅話咧，你個姿勢一定差㗎。你有少少力去挺到自己，即係其實咧應該咁講。如果你揾到個啱嘅姿勢嘅時候咧，真係唔使用力嘅。即係例如你企喺度，你企得個姿勢好啱嘅時候，你係唔使用力嘅個人。但係咧前少少咧，你個力就去咗腳掌前面㗎。咁你就好似，咦，我又要揾翻個姿勢，又唔使用力喎。咁你咪揾到個位。嗱，好似咁樣啦。如果我彎咗向前，我點樣令到自己唔使用力咯？咁樣咯，我而家唔使用力㗎。你有冇見人咁樣行路啊？老人家好多係咁樣行路。如果我時時孭住得低，會唔會頭會咧？你挺一直咪得咯。其實孭住個 backpack 反而仲好㗎。你個重量向咗後邊咧，你個膊頭向後。係咪孭背囊？係孭背囊其實係 OK 嘅，因為你諗下你如果咧你要唔想用力，你個膊頭咁樣令到嗰個重量咧，其實咧係落咗嚟呢個位置嘅。你一咁樣嗰時就到你呢度。但係如果你做得好咧，挺翻直嘅人嘅時候咧，將嗰度力去翻個大髀較咧，你其實係唔使用力嘅。即係我哋散步孭個背囊行好啲。其實係可以嘅，係可以嘅，係。嗱，咁跟住我繼續啦，好唔好？咁另外就係衰退，即係認知嘅衰退啊，即係講緊嗰個柏金遜啊，或者係嗰個老人痴呆症嗰類咧。咁其實一有嗰啲嘢嘅話咧，即係好多神經線或者腦部嘅問題嘅時候咧，亦都係容易啦。即係你控制，即係其實我哋講一個叫 coordination 嘅問題，即係話你嗰個協調啊。你個腦嗌你隻腳做嗰樣嘢，同埋嗌你手做嗰樣嘢慢咗，個速度唔夠快，亦都係會有呢啲問題。肌肉退化啦，即係冇力啦。OK， 呢個就簡單啦。OK， 好啦，咁咧喺屋企上高咧，點樣可以令到冇咁容易跌倒咧？其實呢啲都好簡單嘅嘢嚟嘅啫。即係如果地上高有電線啊，嗰個地氈翹起咗啊，光線嘅問題，浴室其實就最多人出問題，地下線啦。
所以咧就最好咧，如果你覺得隻腳唔夠穩或者容易跌嘅話咧，多啲扶手這邊同埋地下做啲防滑，咁就得噶啦。着鞋都係啦，喺屋企通常入廁所唔着鞋咯。咁嘅話咪容易跌到咯。咁如果你覺得你自己行得冇咁穩，或者係你行個幅度即係隻腳底得唔夠高嘅，咁你可能着對拖鞋防線會比較好啦。咁就記住就呢個就係啦，呢個可能國語唔係好明啊。最重要就是這個，不要覺得自己很好，我可以走去。如果這樣的話呢，跌倒的風險也更高。覺得這個我不行，我也很小心，這樣就會更好。這個就是這個道理。硬撐啊，即係我得嘅嗰啲，係啦，夾硬嚟，係啦，我就夾硬嚟，係啦，就係個意思啦。咁如果唔得，咪用嗰個 walking shoe 或者用 stick 咯。OK。係啦，最緊要就唔好夾硬嚟，即係有啲人係咁話，得㗎啦，即係咁行到咁就得啦，唔使有扶咁嗰啲啊，你唔好最好就唔好啦。OK。另外就係個視力同埋聽力要定期做檢查。如果隻眼睇得唔好嘅話，就戴眼鏡或者係做即係之類，就幫自己睇得清楚，唔好蒙查查咁樣就咁跌低個風險咪更加高咯，係咪？點解都明白？咁咧有啲運動係有改善嘅。咁嗱，減少你跌到嘅風險咧，最緊要簡單做得到嘅咧就係練個平衡，練個肌肉，練嗰個行嘅步伐姿態。仲要咧令到自己我得嘅咁，即係嗰個得就係你做晒上嗰個嘢之後咧，你呢個就係信心就嚟㗎啦。咁咧又可以俾大家玩下嘅。嗱，第一樣就練肌肉啦。咁練肌肉咧，其實我後邊咧，我個圖咧會教大家嘅。呢個圖咧有幾個方法可以俾大家練肌肉嘅。OK，但係練之前咧，俾大家玩一樣嘢先，就係呢個啦，平衡。有冇人覺得自己平衡好叻啊？因為咧。你諗下喎，行路嘅時候平衡係咪好緊要㗎？你單一隻腳咁樣嘅時候，呢個時間啊，係咪靠一隻腳嚟企啊？就是走路嘅時候啊，一個腳這樣，另外一個腳這樣，這個從這個到這裡之間，是不是就平衡啊？是吧？如果你這個不好的話，就是這樣就掉下來就不行啊。所以呢個平衡要練啊哈。我帶了這個東西過來，估一下怎麼用。就這個就很有沒有興趣嚟玩一下，試一下，有冇興趣？來過來，啊過來，係除咗隻鞋，你啱我覺得好得意嘅，普通方嘅啫。嗱係啦，你踩上去，兩隻腳踩上去，係啦，我而家我唔掂住你咯，你即刻企住咯，望幾隻人好直嘅 ，OK， 嗱非常之好。第二個步驟，合埋隻眼。就係咁樣練嘅咋，咁樣練平衡，係啊，咁樣練平衡，好好啊，做得，好好啊佢，好好啊，你好好啊佢練得，冇啊，哇你好好喎，跟住嗱之後咧下一個單腳，應該隻手單腳，可以擘開眼嘅單腳，哇你好犀利喎，好犀利喎你，唔得啊！我覺得自己平衡唔好，好好啊，其實好好啊。我冇力啊，嗰隻腳成日都冇力就係因為可能你肌肉唔夠嘅，即係肌肉或者係嗰啲有啲位得太緊。最後一個我要苦嘅單腳係都係單腳嘅，合埋隻眼。呢個就難啲啦。唔得，二人扶嘅，因為佢自己扶住嗰時個感覺就唔同㗎啦。係啊，再嚟咯啊！係啊。如果你眯埋眼咁樣都唔跌嘅話，你就好勁，我都唔得。教就咁教啦。唔係啊。好好啊 ，OK 啊。你跌到嘅風險極低啊。極低啊！你有冇去試下？試下試試啊？冇，你嗱喺屋企咧，你想咁樣練咧，你擺兩個枕頭就得㗎，啦。嚟試下。喺床上高就唔係咁好，因為你始終啲床咁高咧，搭落嚟咧都唔係咁好。翻去練係咪？你打橫向後，你張床，你企喺張床中間㗎嘛，你冚到嘢就會。呢度有人睇住。係啊。你咪揾喺前面睇住咯。最快睇我都唔夠力嘅。咪就咁輕輕望住㗎咋。點啊而家？就咁企直得㗎，企直個人直晒嘅，係啦。OK 啦。唔錯啊。放不放出也可以的，放出來也可以，這樣放也可以，這樣做更好。係啦，下一步合埋隻眼，
都好好喎，跌落就跌啦。都好好噶啦。其實咧，你可以維持到10到15秒咧，已經係好好噶啦。跟住下一個單腳擘開眼嘅單腳，係啦。你可以擘開手嘅，哦，係啦。哇！而家我平衡唔得嚟啦，係咪難啲啊？難啲啊，真係難啲。係啦，係啊，一步一步難，一步難。即係你最犀利咧，就係咁樣擘大隻眼，唔係合埋隻眼，咁樣單腳你都唔跌嘅，咁就好犀利㗎我啦。諗唔得啦，我諗唔得啦，唔得啦。 OK，咁真可以，係啊，都好好㗎啦已經。開始你因為咧呢一種方法咧，其實就係俾一啲咧平時，例如咧咬完扭親腳嗰啲咧，你知唔知扭親隻腳好容易再咬柴嘅話，我再好容易再咬多次㗎嘛？知唔知點解？因為個老師成韌帶鬆。第一隻韌帶啦，第二就係可能有個關節咧，第三其實最重要咧就係咧，因為咧原來咧我哋每個關節度咧有個感應器嘅。咁我哋個人點樣平衡嘅時候咧，即係例如你一想跌，一壓落去咧，個感應器一感覺到你有個壓力大咗，兩邊唔平衡例如你簡單啲嚟講，右邊5個壓力，左邊得3個，咁嘅正常係兩邊都係3嘅，右邊5，左邊3，咁啊即係個人係咪向咗呢邊？咁嗰時咧，佢就俾一個信息個腦，就同佢講：喂，你過咗去啦喎，你翻返過嚟喎。咁佢就即刻翻返轉頭啦。咁如果呢個感應器個感應差咗嘅時候，咁就容易啲咯，再咬多下咯。咁呢個感應器咧，其實可以練翻嘅，仲靠呢個方法啦。話俾佢聽，咦，喂唔得咯喎，翻轉頭唔得咯喎，翻轉頭咁我叫佢，咦，嗌翻醒佢。咁企幾耐啊？得閒練下得噶啦，唔係食藥啊，冇乜所謂啊，你咪得閒練下咯。得閒企下，得閒企下。容易啲係咪？將呢個咧係比較容易。唔係，如果最開頭你想練嘅係可以嘅，即係你即係企硬地練都得嘅。係啊，所以嗱，如果你企硬地做同一個動作，就咁企直。如果你想做得好咧，兩隻腳拍埋啲，企硬地嘅時候兩隻腳拍埋啲，係難啲平衡嘅。跟住兩隻腳拍埋冇問題啦，你試下黑埋眼，睇跌唔跌？唔跌嘅話咧，就可以試下單腳啦。硬地單腳都得嘅時候咧，咁你就試下擺個枕頭喺地下，薄薄地嘅枕頭，企上去做翻同一樣嘢。再得嘅時候，再多個枕頭，咁你咪慢慢練上去咯。即係越高越好咯越高越好嘅原因係因為你越高嘅話咧，你就掂唔到個地下咧，嗰個喐下喐下，你係練得越好嘅。但係當然啦，你練嘅時候一定要有人睇住。如果你驚跌嘅時候，一定有人睇住，或者你最開頭你就咁想試下嘅，你冇用可能咁上下薄個枕頭，你踩上去，你踩落去嘅時候咧，你係感覺到踩呢個地下嘅，咁我個少少喐下喐下咧，其實就 OK 嘅，你可以練到嘅，慢慢練翻都得嘅。OK，咁咧嗱平衡咁咧，其實咧呢啲步態嗱呢之後咧就講一講個行路嘅姿勢啦。頭先講啦，遞起隻腳係咪？最緊要遞起隻腳。咁我哋平時可以點樣練遞起隻腳咧？行路啦，我哋要抬腿咁樣落。咁我哋第一就係要呢度夠力，第二就後邊夠鬆。咁咧隻腳咁樣擺上嚟，扶住張凳。首先咧就個人向下彎先，都彎到嚟後邊啦，後邊可以放鬆。第二咧就係呢個膝頭哥啦，捉住慢慢落，定咗喺度。冇問題冇問題。最緊唔係，如果你咧做完手術嘅話咧，就盡量咁樣就算啦，到腳趾就算啦。因為你再壓得佢勁嘅話咧，我驚，因為我唔知你做應該，不過你而家呢隻應該 OK 嘅。舊嗰啲咧，你屈得太多個臼有機會甩嘅。做手術嘅話，屈得太多會甩嘅。但係新嗰隻好似係有粒釘扣住嘅，我唔知你嗰隻有冇啊？咩？唔係用咩？全部都係 titanium 嚟嘅。但係以前舊個款咧，點樣同你講咧？佢係一嚿膠咧，咁樣勾住嘅咋，一咁樣咧佢會甩嘅。但係新個款咧，好似側邊有粒釘就扣實咗佢嘅，直頭唔會甩嘅。唔知你係咪嗰隻啊？因為我唔知你做邊一隻手術。咁就嗰隻就唔會甩嘅，但係咧就盡量唔好得太多，有機會甩嘅。呢個臼一甩咗好麻煩㗎，又要再去醫院咁托翻入去。做手術嗰啲就係，如果平時你自己冇問題嘅，冇傷冇性係可以嘅，即係咁樣屈落嚟。係啦，你屈到佢唔會特別點樣痛就 OK 㗎啦。係啦。做任何運動之前，你要知道你喐邊嚿肌肉。你跑步嘅時候喐邊度啊？咪得係咪隻腳拎上嚟落翻去嘛？呢啲位咪用力咯。手係咪前後都用力啊？咁例如啦，你跑步咁樣用咩力啊？呢度同後邊啊嘛。咁你前面呢度點樣鬆佢咧？你咪嗱，好簡單嘅一個概念嘅啫。你喐邊個肌肉咪咁樣，一個係咁咪咁嘛。
你點樣拉翻鬆佢咧？向翻後咪就係咯。你揾嘢捉住，轉個人過嚟，咪拉到前面咯。咁你另一個係咪就向後啊？向後嗰時咪捉住個人轉去呢邊，咁咪拉到呢個咯。咁你前面呢個拎上嚟啊嘛，點樣去拉到佢啊？咪向後咯。呢個要向後咯，係嘛？係嘛？仲有最後一個呢度緊，你咪抬落去壓落去，咪拉到後邊咯，係嘛？咁咪就前後全部拉晒咯。OK，係啦，先至跑。係你遞起腳啦，第一步行路遞起腳啦。OK，之後下一個咧就係你要有個動作係個腳趾向上先至落去嘅。OK，因為我正常行路係我誇張啲啦，係咁樣嘅，咁樣嘅，咁先至唔跌嘅。但係嗱，我行得快啲俾大家睇啊，係咪咁？慣嘅要一定係着慣咗個腳踭落地。即係因為如果咧你行得好快咧，好多人就咁行啊嘛，係嘛？咁都係容易棘嘅。即係你最好就係慣咗少少咯，唔使好多，少少都好咁樣咯。我誇張啲就咁樣啦。但係所以咧，另外一步咧就係要鬆個小腿啦，因為你小腿好緊，呢度上唔到嚟㗎。小腿點樣鬆咧？其實好簡單嘅，你揾埲牆，揾個樓梯級，隻腳咁樣踩落去就係啦。咁企喺度，咁得啦。咁係咪呢個角度係咪好高？係啊，乜都得㗎。你踩本書都得㗎，厚啲個書踩落去得㗎。總之佢高就得㗎。其實拉筋咧就冇時間嘅，我覺得啦嚇。你拉得越耐越好，越耐咪越鬆咯，越鬆咪越好咯，係嘛？你可唔可以腳踭落地咧？視乎你嘅小腿夠唔夠鬆。你小腿唔夠鬆咧，你係難啲腳踭落地。你有冇見過人咁樣行路？好多人咁行路㗎，因為佢呢度好緊㗎。咁佢哋就係通常腳趾尖篤下，嗰啲人咧個鞋頭蝕得好犀利嘅。嗰啲就係腳趾尖行咯，嗰啲好肉低嘅。年輕就冇事咯，年紀大啲就實跌嘅咁樣咯。仲有另外一樣就係頭先講過啦，行路嗰時候咧，千祈唔好兩邊擺，唔好好似企鵝咁嘛。你兩邊咁樣擺嘅時候咧，呢兩個肌肉咧一定緊啊，同埋腰痛就一定會嘅。咁仲有一樣嘢喎，你有冇見過人咁樣啊？少見㗎，肥啲嗰啲咧就會咁樣行到，個 pat pat 咁樣翹咗上嚟，之後再加埋咁樣樣。你睇下白種人啊、黑人好肥嗰啲，你睇佢哋行路啊，你留意下佢哋啊，呢度大呢度緊咁樣啊，佢哋係咁樣行路啊，一定痛啊佢呢度。第一樣嘢就係呢度一屈住嘅時候，呢度係咪受晒啲力啊？再加埋呢兩嚿緊咗嘅時候，呢度咧拉得好緊要嘅。咁呢啲醫佢咧，第一樣嘢同佢整翻直呢度。咁你要知道佢點解個人會咁樣先？呢度緊晒咯，大髀緊，肚入邊嘅呢條肌肉緊咗，呢條嗰啲就要治療嘅一定。呢度緊咗，你諗下呢個緊嘅時候，嗰條腰個腰係咪向前啊？係咪？一咁樣，再加埋咁樣擺，哇！咁呢啲咧膝頭又痛，腳又痛，齊晒㗎啦！呢啲應該下半身一定有問題。所以咧，我哋行路最緊要就係第一個人挺直，第二隻腳抬得夠高，第三腳踭落地。頭先講過呢個，唔好俾自己兩邊擺。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有冇兩邊擺咧，兩手擺喺度。你行嗰時咧，你睇有冇一度力拱過嚟。即係咧，如果我哋平時行得咁樣嘅時候咧，你冇係有少少嘅啲咁多嘅，但係唔會咁樣，唔會咁樣嘅，唔會你會覺得兩邊嘅，咁樣你就會知道自己行得啱唔啱㗎啦。OK。其實跑步係咪好傷膝頭㗎？都會嘅，但係唔係其實係可以跑，但係咧啱講啦，因為我哋個關節咧就係俾你跑嘅，俾你行嘅。但係如果你側邊本身好緊，你重複再做咧就磨得好犀利。即係等於個關節本身好靚嘅，側邊有道力夾住佢，夾住再磨，咁係咪容易有問題？唔係話幾耐嘅，而係視乎你個本身側邊個喐動嘅肌肉有冇太緊，同埋你跑嘅目的係咩先？你跑嘅目的係令到喐動個人，你喐動個人嘅話，其實就唔使好長時間嘅。減肥啊！減肥就另外一樣嘢嚟喎。減肥最少20分鐘，20分鐘之後先開始係燒脂肪嘅，係最少係20分鐘咁樣咯。即係個膝頭冇問題。你夠鬆就冇問題，係冇問題。OK 好。嗱，咁下一個啦。咁咧，我哋而家開始一齊做下啲運動好冇？好。咧我就要練側邊呢度同埋前面呢度扶呢凳。咁咧就第一樣嘢扶住嘅時候咧，隻腳直晒嘅上晒嚟，前後。咁樣前後10下，直嘅。嗱，如果咧你可以夠力嘅話咧，
你一上去嗰下咧，你覺得前面拉呢個後面拉一拉嘅，其實係 O K 嘅，當拉筋都 O K 嘅，即係所以咧你個幅度可以大啲嘅，但係自己要捉穩啊，即係捉住啲嘢，唔好自己揈我跌咗落地下嚇。咁樣前後 OK， 前後10下，跟住之後咧就左右，你可以側少少人咁樣嘅，你會發覺咧就會用到呢度同埋外邊嘅力嘅，咁樣擺佢就㗎啦。如果你可以快啲或者係嗰個幅度大啲咧，都 O K 嘅。咁你發覺咧做完之後咧，哇！成個位好攰嘅，咁其實就啱啦。但係就唔好太攰，唔好話攰到好冤嗰啲咁就得㗎啦。另外就係咧，你挫嗰時咧嗰度力咧，如果你可以好似我誇張啲啊，你可以咁樣嘅，出少少力上去嘅，一上嗰下咧拉後邊嘅。你拉得多嘅時候咧，你其實後邊咧會鬆到嘅。但係呢個動向後咧就唔好咁大力啦，因為咧向後咧係即係踢高啲啊！踢高啲係啦。你一踢嗰下咧，你隻腳放空晒，由得佢去。係啦嗱。但係咧向後咧就唔好咁大力喎，即係唔好話我咁樣踢喺後邊喎。因為咧咁樣嗰時咧好大機會咧嗰度力咧順帶咧就攞到條腰度啦，到力整傷條腰嘅，咁就唔好啦。OK。咁第二個練習咧就可以就坐嗱就好啦。咁大家變咗坐喺度啦。嗱咁咧就咁坐低起身嘅啫。但係大家唔知道坐低起身都原來一個技巧嘅喎。你知唔知？你有冇見過？你有冇遇過咧？有啲人咧大髀冇力咧，起唔到身嘅。要用手扶。要用手扶，點樣扶啊？你會？佢哋用扶。咁樣扶住咁樣上係咪？或者兩個椅拼。嗱，呢個教大家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可以令到唔使用好多力可以起到身嘅。大家試下咯。你首先咧，你隻腳咧埋少少，隻腳埋少少，要踩晒落地嘅，向前，將嗰個人嘅重心點個重力去喺隻手度，一推就起到身嘅。一企直晒，再坐或者咁斜咁坐都可以咁樣嘅，你坐咧隻手撳住，向前先，嗰度力落咗有隻腳落咗膝頭哥度，跟住先咁樣落。咁你隻膝頭哥唔使用力嘅，膝頭哥用嘅力就少好多噶啦。個重點就係你要撳隻腳咧埋少少先，因為如果你撳開咧，你個人咧唔穩嘅，埋咗佢先，跟住撳落去。向前，將個重心嗰個重力去喺手度，跟住用到力一推咧，個人就好輕上到嚟嘅。個膝頭唔使用力。係啦，呢個方法係咪好簡單咧？好好啊！但係咧，如果你要練習個膝頭嗰度力咧，就唔好咁樣撳啦。你試下咁樣，唔用手嘅，咁樣。而家可以練到咁啦。係啦，咁好咯，係啊 OK 啊。嗱，你如果可以嘅話咧，其實如果就咁上咧，上都係最好。但係唔得嘅話咧，就向前少少先上。咁咧就容易啲嘅，不過咧就側步走啦，即係咧蟹咁行啊，今日。其實呢一個咧打橫行嘅啫，其實就等於同我哋頭先嗰個咧少少類似嘅，練完呢嚿嘛。但係呢個咧頭先咧就練呢一嚿肌肉咁樣收縮嘅，但係依家咧一咁咧就練呢嚿肌肉收緊嘅，即係咁樣同咁樣嘅分別。所以我哋咁樣打橫行咧有個好處咧就可以練大髀前面同側邊呢兩度。咁樣行嘅啫，唔使嘅，就咁嘅啫。使唔使揸嘢？可以揸，可以唔揸嘅。咁啊，扶住可以揸，可以唔揸。即係例如你覺得唔夠穩啦，咁你咪咁啦，兩步。張台唔得。係啦，張台都得，係啦，咁樣咯，咁樣行咯。早你跳舞。係啊，因為呢啲對於你嚟講係冇乜難度，因為你行得好好啊。冇乜難度，但係咧，如果係做過手術啊，或者係覺得呢啲位唔夠力嗰啲咧，練呢啲係好即係簡單安全嘅。你即係我揾清俾大家咧，全部都係簡單安全嘅方法。安全。係啦，跟住之後咧，下一個咧就腳踭啦。咁等於頭先教呢嗰個拉筋，不過呢個就練力。頭先就拉筋，好簡單啫，就咁坐喺度啦，咁樣嘅啫。係啦，隻腳即向上向下嘅啫。但係咧，嗱你留意下咯，你睇下你睇下個腳踭向呢個腳尖向上嘅時候，個幅度有幾大咯喎？咪呢個90度角，90度角。哦，呢隻嘅。直嘅。你睇個高度去到幾高咯？好高喎！你全部都好好喎。你試下坐低睇下。我睇唔到你，我咁樣點知點做？咁樣咯。高過低好。高好啦，梗係。盡量越高越好。唔使咁快嘅。咁樣嘅啫。越高越好，即係你如果你個腳趾尖夠高嘅時候咧，咁你即係基本上行路咧，你跌個風險會更加低。咁啊，最下一個咧就係嗱太極呢啲咧，咁我就冇乜實際研究啦，即係基本上係練腳。
最下呢個。呢個哦，用橡筋嘅跨步可以綁住，練嗰度力更加大，或者甚至乎咧，你練大髀嘅力嘅時候咧，你用住橡筋扣住呢度隻手捉住，咁樣踢都得嘅。用呢啲其實用橡筋呢啲咧就練力多啲。咁但係你有咪用咯，冇咪就咁冇就咁做得噶啦。其實都好簡單嘅，呢啲我全部都好簡單。即係我咁用手嘅，應唔應該用？唔好咁快住，因為你依家咧我估計咧你係緊多過唔夠力嘅，你係好緊嘅。夠力就係緊嘅。兩樣都有，但係你主要係緊先嘅，我覺得。因為咧點解會咁講咧？點解睇佢緊唔緊咧？你行到個幅度啊，係咪好自然、好輕鬆，就知道佢係咪緊㗎啦。似發問係啦，即係主要個內容就講完嘅。